来看美国国家航太总署 NASA 的一个太空人甲2个洛西亚太空人哦，因伫太空停留371天，伫昨午返来到地球咯。其中，这美国的太空人卢比欧嘛创下美国太空人伫单一太空旅程停留上长时间的纪录。 美国国家航空甲太空总署47岁太空人卢比欧，甲2名俄罗斯太空人伫太空停留371天，总算伫27返来到地球。其中卢比欧创造美国太空人伫单一太空旅程上长时间的纪录。卢比欧是一名军医甲直升机飞行员，伊伫2017年受勋加做太空人，第一摆的出任务就是这摆的破纪录任务，表示伫太空中度过这么长的时间，对心理影响比预期还佫较艰难。Fantastic. Yeah, everybody did really well. You look very well. Thank very you. well. Thank you. It's good to be home. 美国这3名太空人所在的联名号太空舱降落伫哈萨克的一个偏远地区。因原本的太空任务计划是180天，也毋过因所在升空的太空船，伫甲国际太空站对接的期间，技术和轨道上的太空变数结着，造成两曲折外泄，无法度如期转来，变做爱伫太空点1年外的时间。进前的记录是由另外一名 NASA 的太空人范德海伫2022年创下的，拢总伫宇宙中点355天。那世界纪录是由俄罗斯太空人普利亚科夫伫1994到1995年之间创造的，伫太空点437天。美国太空人伫宇宙中累计点上久纪录保持者是惠特森，伊一生的几啊摆任务，拢总伫宇宙点675天。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